你好，欢迎收看斯诺拜网部落电视台。在全台原住民重点部落发展产业大同小异之下，我们发现有个特别的部落，给大家呈现不一样的体验式观光消费形态。今天我们部落新鲜事将带领大家来到林德邦部落来去玩童玩。以下是我们的报道。你好，现在记者的位置是在屏东县三林门乡安坡部落，在我身后有这次重点部落的计划之一传统仓房古堡，在旁边有我们这次的营造员蒋忠佑先生，现在我们就来去访问他。要着重在观光层面上有哪些方面，而且他们提供的游客有什么样的消费形态呢？我们重点部落主要是着重体验式的童玩活动，而且与族人互动，让游客能完全的体验在我们部落生活的经验以及趣味。我们的童玩活动呢，可分为有编织、刺绣、弓箭、竹枪，还有踩高跷。每项活动的费用呢只要100元，而且这已经包含了材料费在里面，甚至提供游客一个活动的练习场，来享受自己的作品，给他试用的成果。我们这里还有我们风景呢，有我们美人山，还有我们近来最夯的单车步道，是单车车道，以及可以让你清凉畅快的大水中瀑布游乐园。如果累了呢，我们还有提供一个夕阳台，可以让游客欣赏我们这里美丽的日落，并且品尝香醇的道地咖啡。我们现在的位置是位于安坡部落村长家附近，我们刚好巧遇村长正在种菜，我们现在就来实地的去询问村长对于这次重点部落有什么样的看法呢？村长辛苦了。我们这里是斯诺拜望部落电视台，想请教一下，对于这次重点部落对我们村庄的人文教育传承有什么样的影响呢？村长，我们部落今年也在进行这个文化教育的传承，第一个就是请耆老们来口述并就地取材，实地的制作，然后请所有的部落的村民青少年来参加，一起实地的去制作，去教导，让大家认识自己的传统文化。我们谢谢村长。你是否曾听过一首轻松快乐的歌？要是你还未曾听过，就让我来为你唱。如果你认为我们唱得好，就请你拍拍手，享受美好的时刻，